表决各项特别条例草案，那边也讲会用7800亿的版本，民进党团坚持1.25条，才是100分。爱尔利偷袭案创办人上庐山顶3个人羁押禁见，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大稽查，只要查到，绝对严格处理。嘉义市婴仔托育中心不当照顾，社会处发现有6个婴仔受害，针对行为人罚18万，而且限制3档未当入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中岛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看嘉义市一间私立的婴仔托育中心，爆出不当照顾的情形。这家长讲囡仔唔但是手乌青、喙角也捌流血，社会处去调查，结果发现有6个婴仔受害。目前已经针对这个托育人员加裁罚18万，而且限制3档未当入籍。然后小孩抱着我的时候，嘴角是流血。在他喂奶之前，他还有很用力的，摔到手上。七岁两个手囡仔顶面有血的痕迹，囡仔的手嘛有乌青的所在，真侪家长就出面控诉，讲家己的囡仔伫嘉义市一间私立的托育中心受到粗鲁的对待。然后往他的那个床那边这样，有点是甩放，他没有轻轻的，他就是这样甩着放在，他把宝宝弄下来的时候，那刚刚也是那才进去过来，让他等了。经过社会处调查了后，才知影有6个囡仔拢受到托育人员的不当对待，甚至佫有1个月之内有6天是一天就出现3届的粗鲁行为。托育中心甲嘉义市社会处拢联名对这名托育人员进行处罚，不过伊方认定是初犯，家长无法度接受。就拍摄的动作，没有按照我们中心所规定的那个规范，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不是，所以我们当天就解除他了。初犯来讲的话，他的罚则是6到18万。那认为说他对于这样子多名的这个婴幼儿有做这个不当的对待，因此呢才会决议来罚这个18万的罚款，并且呢3年内不能从事相关的工作，而且呢还会在网络上来公告姓名。以实际来看，他是累犯；以事件来看，他们认为他是初犯。今天他公安姓名，他可以再去做改名，没有人会真的有办法去查他的身份证、查他的个资，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他们这样子的罚则，我觉得我们是蛮不能接受的。接到家长陈情的议员伫议会质询表示，代志发生的时阵，伫家长找到适合的托育中心进前，相关单位除了爱有暂时安置的办法，同款所在、同款负责人者换名都会当重新营业。目前处罚的制度有空芳通论，地方政府应该要向中央来反映修正，才会当避免同款的代志一再来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关心这站交通事故，这是台铁的南州站传出这电车线后区间快车 Q 登去的情形，有2支集电杆受到损害。目前这潮州到枋寮这段路是未通，改用公路来接送旅客。不好意思，你们现在等不及自己坐计程车吗？对啊。为什么？你们要去哪里？只能到枋寮。你们到枋寮？对啊，因为如果要等他们的接驳车好几辆，可能要很久，因为这边人的行程都已经被 delay 了。你们从哪里过来的？台中。台中过来，要去哪里？我到台东。到台东。这一班车是。哦，所以你们就自己等计程车了。对啊，因为它是1个小时后才会有接驳车嘛。哦，还要那么久。哇，这么多人，至少要5、6台嘛。台铁公司是表示讲，早起9点50分的时阵，有接到通报，讲这电车线各样去，目前这路是暂时未通的。潮州到枋寮这段是改用公路来接送，也那台铁也成立应变小组，也有南区的应变分组有全力来抢修，造成旅客无方便，这台铁也有毁失的。另外，再来看这高雄田寮一搭玻璃园边的竹坡啊，倒火烧，想袂到这消防人员甲火拍花的时，竟然看到一个妇人人已经断开，而且倒伫咧玻璃园内底。这现场嘛有找到一个炮仔，警方判断这个73岁阿嬷有可能就是放炮仔要赶狗，才来引起火灾，结果家己嘛跋倒走袂赴，才来发生悲剧。涂骹烧甲乌麻麻，虽然火已经拍挂，也是寥寥啊咧庆烟。高雄田寮一部竹拿早起有民众通报火烧，消防到规甲火拍挂，发现一个妇人人倒伫咧涂骹已经无喘气，边仔玻璃园阁发现一地冲天炮。警方表示，73岁姓郭的妇人人，敢若是为着放炮赶狗造成火烧。厝边讲，真正伊都捌放炮赶狗火烧2摆，想袂到第3摆连家己的命嘛烧无去，实在是因为台湾狗甲当地农民起地伤忝。在这里糟蹋我们的果园这样啊？对啊，甚至说到
跑到我们的注射上面这样子走动啊，就这样而已。那他们如果出现大概多几只？哦，都20-30只有。为了干脆放弃啊，放弃，伊就唔爱种啊，无种嘛往搞这个。初步研判，疑似误燃竹林的杂草，死者于救火的过程中不慎跌入山坑，火场自身憾死。民众讲附近的狗真正多，过几夜唔那捌来食，佮捌去耍佚佗。农民唔那伫咧园边饲狗仔，为饲狗顾狗，佮定拄用炮仔声来吓惊狗。不止狗放炮仔风险伤悬。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秘书长就建议，农民会当参考即阵政府咧撒的电网，安全佮有效果。防喉电网伊有补助，嘛有像迄个桃园农改场有开发一款红外线声音的驱赶器，伊有搞来也侦测，然后呢，也可乱数播放声音啊，像炮仔声、人声，也是广播电台的声来惊动物。农业局讲，今年甲当田寮区拢总接到2件台湾狗伤车死的通报。农业局除了会提供长狗的人以外，即阵佫有补助农民申请电网，希望借着科技的协助，会当减少人甲狗的冲突，嘛避免发生类似的意外。记者柯嘉如、邱朝阳、高永昌报道。彰化市的成功里，伫4月底开始呢，都有真侪只猫仔是安尼接煞死亡。里长讲，这猫仔拢无明显的外伤，也毋过因的喙角也有尻川口出血，所以怀疑哪像就是互人甲偷死的。东方所是表示讲，目前是当咧检验这猫仔的尸体，嘛甲相关的事情移送侦办。一只柑仔色的猫仔，就安尼摕伫家边厅门口，过无偌久就无开啊。彰化市成功里这个月初，有民众发现一只死去的猫仔，因为无外伤，但是喙角甲尻川口拢有出血，哪像是互人偷死的。赶紧通报里长，才发现这附近最近已经有2只猫仔死亡。熟客还跟我讲说：“姐姐，你们椅子底下有猫咪躺在那里。”然后我冲出来的第一时间点，它已经不动了，就是在那张椅子的那个位置。为了4月28开始，就发现讲几多只猫仔吼连续通报讲有死亡的情形。尾啊上尾一只5月1号的时阵，我就感觉讲这件代志足奇怪，是毋是有人有咧偷猫仔，是安怎？在地里长表示，为4月28开始，陆续有民众通报里内发现死猫仔，加起来上无有10只，而且拢参5月初1发现的这只猫仔同款，哪像是互人偷死的。目前5月初1死亡的猫仔已经通报动防所处理，等咧检验是毋是有毒药反应。本所将猫只尸体带回解剖，并送请农业部兽医研究所进行检验，以厘清是否有毒物反应。目前报告尚未出炉。由于本案已涉及刑事责任，本所已将相关事证移送警察局彰化分局侦办。动防所表示，若使用药物致使这只动物死亡，而且情节严重，依照动保法，上悬会当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罚50至500万的罚金。这案目前已经移送警察局侦办。那附近民众是表示，向死者侪猫仔，大家拢心惊惊，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查明原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这阵啊，这台北的鸟鼠事件呢，嘛引起各界的重视。伫咧高雄三民区，有民众反映，这素食餐厅有看到鸟鼠，而且也有住户是因为伫咧顶仔骹囤真侪粪扫，这鸟鼠也来到这4过2。即马环保局甲卫生局拢有去稽查，嘛加强这鸟鼠防治的力头，针对高风险地区去摒扫甲消毒。联邦老了是放伫内底啦，这外口是两鸟。真正的民众带记者看长鸟鼠的人啊，厝内厝外拢有坑，若佫甲联邦算入去，真正足侪大。高雄三民区顶乡街这位民众指控，因为厝边长期捡回收，回来蹲伫咧顶仔骹，环境垃圾鸟鼠也一大堆。民众讲对方讲袂顺车，环保局来查嘛无咧信道，检查过佫开始捡鸟鼠一直来，伊实在真无奈。我检举到做神的啦，对啊，因为拢无啥效，我真正受不了，鸟鼠安尼规间内底拢甲帮鸟鼠塞规条堆。同款互鸟鼠惊到的，佫有一位来高雄耍的民众，食饭线行出来路里，所看到隔壁素食小食店的灶台骹有鸟鼠啊。这期环境卫生做无好，早起卫生局则着通报前往稽查，因为附近做食的店头多，有店家认为难免会有鸟鼠啊，也建议有关单位加强防治的力头。要发起说可以捕鼠的活动，或者是捕鼠的方式，因为等到像台北那么多之后，再来防范的话，我想可能就会比较慢一点。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这个共性
必须要积极的推广啦。像病防治法的这个公告的事项吼，针对高风险场域，包含这市场、摊体场啊，加特殊的一寡大型的营业，啊，甲有假设的这个场所吼，会去拜托因要求讲，爱去积极从事灭鼠工作。卫生局讲，初调开的跨局处会议，除了请专家学者来指导，针对高风险地区加强宣导、甲环境摒扫消毒以外，因为外国的鸟鼠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细胞症头，因此要特别针对港口的部分来加强防治，对源头直接消灭汉他病毒。记者柯家驻柯朝阳郭永昌报道。好在鸟鼠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台北市环保局是来呼吁中央，就要建立全国鸟鼠监测模型，也要找这专家学者来讨论到底是要安怎监测。也毋过环境部是表示讲，伫101年时，就有制定这鸟鼠防毒密度的这个调查相关的作业原则，要互地方来参考。嘛强调要白调这鸟鼠呢，是爱看各地看这实际的情形，才来防治。中央地方伫空中在呛声，面对环境部持续建议，爱正确来处理鸟鼠的问题。台北市环保局电导要求中央应该较紧来建立全国鸟鼠类监测模型，才袂互地方无物件通依循。在去到市议会做专题报告的局长齐世芬表示讲，初八都会找专家学者来讨论鸟鼠的问题敢有严重，应该用科学来呈现。实际上，老鼠的监测，它的确也是一门很专业。我们近期也特别要召开这个专家学者会议来讨论，因为过去的确很少针对这个专家学者会议针对这部分。面对台北市化为环境部是提出101年就已经制定的家鼠防毒密度调查作业原则，强调这些年来是提供地方政府监测的 SOP， 但是鸟鼠的问题声音真复杂，嘛是地方看情形调整。民众的反应是最真实的哈，所以地方的主管机关，它可以根据民众的反应来加强，说哪个地方要去做加强监测，哪个地方要去做环境整顿或是投药的部分，这个都是必须采取因地制宜。学者表示，天气愈来愈热，有可能造成鸟鼠增加。最近几年嘛，观察到野外的鸟鼠每几年数量都会大爆发，甲当嘛是真歹掌握原因，才认为讲持续有效的监测有科学依据，才当伫应对鸟鼠的问题的时阵，更加会当对症下药。记者综合报道。好在鸟鼠的代志，互大家拢真惊吓，也毋过有救援这听闻鸟鼠的民间团体，因是讲最近接到通报，讲这听闻鸟鼠呢，互人放杀的状况是愈来愈侪啊。因表示讲，只要莫互这厝内底的听闻鸟鼠去接触到病源，安尼就袂有感染的几率。另外，这野生鸟鼠呢，其实是真高生，所以建议政府得要用物理的方式来处理，才会有效果。亲像猪仔鼠、黄金鼠和三线鼠等等，外形古锥是真侪人爱饲的宠物鸟鼠。不过最近野生鸟鼠甲汉他病毒的议题讨论甲真热，有长期在救援宠物鸟鼠的民间团体讲，最近接到通报讲有人放杀乱片，还是饲的主人无爱搁饲，一天就有3-4通电话卡来。兵团呼吁民众，只要莫互厝内的宠物鸟鼠去接触到病源，都别有危害人的记录。宠物鼠的话，就是如果没有接触到外界的鼠的话，就是野鼠的话，其实就比较没有这个机会。台湾动物保护行政监督联盟提醒，虽然多数的宠物鸟鼠较毋免烦恼带病源，也毋过甲野生鸟鼠较接近的种类，像讲饲大鼠的主人就要特别注意。联盟嘛讲，野生鸟鼠侪都是反映环境治理出问题。鸟鼠一天上侪通生15至18只，不管是用偷的还是用鸟鼠灯，拢赶袂赴医生的速度。因认为应当用物理防治、理性科学来处理较有效果。整个公共设施跟我们私人的住宅的通道都要先封堵。说社区的厨余跟我们夜市的厨余都没有处理好的话，垃圾落地，而且你都没有加容器，没有密封它的话，这对鼠来讲就是个天堂。所以我们先不要给它这样的条件的时候，它的数量会以我们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下降。针对徛嘅环境，民团建议超过4公分宽对外空棚，像冷气孔、水管，还是排油烟机排气孔等等，都要想办法处理，甲空棚变水，避免野生鸟鼠走入来。因呼吁政府莫用残酷虐待，还是化学毒杀的方式来做城市治理的手段。因认为防治是为着守护环境卫生，无应当变做对动物的私刑。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
继续来关心警花城案，今仔日呢已经侦查终结，检方是认定这维景集团的主席沈庆经，伊是用比行情更较悬的价数去标着，牵涉到非常规交易，所以照这违反着证交法定罪来起诉沈庆经等等13个人，合并求刑26档，而且声称必须犯罪所得超过31亿。检方是发现，这沈庆经呢是利用伊的权力来推动中石化独资来投标，找人来配合，用这比行情较悬的372亿去标着这案。检调是怀疑讲，这土地买卖过程亲像是倒手换到正手安尼尔。除了对这沈庆经是求判重刑，中石化董事长陈瑞良等相关人士呢，也涉犯着非常规交易、特别背信罪等等，所以求判5档至7档的刑期。另外，再来看这中东局势又搁起变化，美军呢即马是对伊朗来发动报复性的攻击，嘛因为安尼，美国4大指数拢有跌，台股今仔日早盘是有冲到42038点，也毋过受到台积电也搁有台达电这股价翻乌的影响，全起无遐济。美国甲伊朗的和平谈判搁再出现变数，毋但影响拜四，美国4大指数收盘跌落来，还搁初八开盘是加震动。韩国甲日股早盘跌超过1%，同款开盘价台股早盘一时并做红色，冲起哩42038点。不过因为台积电、台达电等关键的宽带股盘面跌落来，也互台股盘中一时跌到41132点，跌超过800点。短线上来讲，确实是有涨多的一些压力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台股的年线乖离看起来是接近50%哦。这个其实是历史过去从所未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逢高还是要适度做一个弱带的一个动作，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初八无搁继续起的关键股票，亲像开盘价台积电早盘上价2265块，跌45块；台达电是一时跌到2170块，跌110块。最近真侪间起甲真棒的联发科，虽然已经红列做处置股，早盘股价又原创新高，一时是3670块。另外，台股的成交量是一直抢悬，传出有真侪散户以更怪借钱入场长冲。金管会初7头日间证实，台股散户的比例甲长冲交易拢超过50%，显示台湾长冲的重要主力来自散户。若最近有更上公会建议，用通的总金额原底是无超过前值的4倍，希望会当救悬到6倍。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回应，会当搁斟酌检讨。专家认为讲，若准提高用通的总金额，会真做台股继续平的助力，不过也要注意风险的管控。不要去做一个过度杠杆的动作啦。毕竟过度杠杆的话，那虽然在多头行情能够去加大你的一个获利倍数，但是一旦行情反转的话，出现损失的一个几率跟幅度也会相对比较大。专家分析对中长期看台股基本面有关袂歹，不过底线目前因为起较济，加上科技面乱糟糟，更管的程度悬，若是市场出现负面的信息，有可能就会震动。建议投资人就要细致好好评估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好，讲到这中东局势来看，美国甲伊朗昨是伫荷姆兹海峡又搁起冲突啦。美方是表示讲，因有3架军舰去受到伊朗的飞弹的攻击。虽然讲伊有回击，也毋过这总统川普也是强调停火协议有关是有效的。也若讲一讲，这美国也来呼吁各国都爱支持荷姆兹海峡安全决议。也毋过即马煞颠倒风声讲，这罗西亚甲中国有可能会投反对票。美国甲伊朗初7传出伫荷姆兹海峡开火，双方对攻击的结果讲法无同。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讲，美军军舰受损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是透过声明指出，美军3只海军驱逐舰通过荷姆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互伊朗用几粒的飞弹、无人机甲小艇攻击。不过美军无损失，详时锁定伊朗军事设施进行攻击。受到美伊这波冲突影响，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初7跌超过313点。国际原油价格嘛起超过2%。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届交火对伊朗的打击真大，不过停火协议有关有效。Yeah, it i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在美国甲伊朗寻求停火共识的即阵，美国嘛有真侪动作。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初七呼吁各国支持美国和波湾国家巴林起草的荷马珠海峡安全决议。这项决议得到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甲卡达等国的响应，要求伊朗停止伫荷马珠海峡的攻击甲暴力行动，同时袂当对过境船只收通行费，佮建立运送化肥的人道走廊，以缓解全球对粮食欠缺的烦恼。不过，伊朗驻联合国大使抗议决议对伊朗的指控是无凭无据的，全安尼拒绝接受。The draft resolution also ignores the root cause of current situation, the unlawful military aggression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raeli regime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present crisis is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unlawful war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28 February. 这项决议草案按算伫未来几天来进行表决。有消息指出，罗西亚甲中国将有可能会用否决权方式提案。今年4月初，中国甲罗西亚才伫安理会否决一项由美国支持的防御性提案。迄个法案方认为是美国要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合法化的铺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这美国总统 Trump 是来接见巴西总统卢拉，针对着关税贸易、打击跨国犯罪，也有稀土开发等等的议题，双方呢是会谈3点钟。因拢讲这过程是顺时，而且这卢拉佫强调 Trump 是会影响到巴西10月的总统大选。巴西总统卢拉初七伫美国华府记者会表示，真满意甲美国总统 Trump 的会談。這嘛是2005年10月兩個人伫馬來西亞吉隆坡當協峰會了後，佫再一屆見面。É uma demonstração ao mundo de que as duas maiores democracias, sabe, do continente, pode efetivamente servir de exemplo para o mundo. 双方经过3點鐘的會談，講到貿易，特別是關稅議題，另外也包括打擊跨國犯罪、開發巴西的稀土等等。盧拉甚至當面甲 Trump 表示，願意出面為美國解除對古巴的石油禁運。Trump 雖然喺社群大文表示，甲盧拉的會談真順利，雙方官員未來幾個月也會繼續進行會談，不過並無甲盧拉做伙出席記者會。針對巴西10月總統大選，盧拉初七喺華府強調，伊相信 Trump 未改選。Ele sabe a importância dos Estados Unidos. Eu não acredito que ele vá ter qualquer influência nas eleições brasileiras. Trump 要想要影響阿根廷、洪都拉斯，也有歐洲匈牙利的大選。盧拉今年4月捌表示 ，Trump 任何企圖攏會幫助伊勝選。不過學者認為，目前真難判斷 Trump 的想法。E onde não tem muita clareza ainda, é difícil mensurar. Qualquer coisa que envolva o presidente próprio é muito imprevisível. Trump 2005年8月捌宣布对巴西產品進口關稅提懸到50%，引起兩國關係真緊張。這當中也閣包括不滿巴西對前總統波索納羅法律行動的報復。不過落尾因為美國國內牛肉、咖啡、柳丁汁等等民生物資繼續大起，讓美國在2005年11月宣布撤銷。公司新聞景冠慶編譯。另外來看，中國最近是咧掠貪污，這習近平呢是來開除兩個前國防部長桂鳳和，也閣有李尚福的黨籍甲官職，昨一審甚至閣甲判死刑，毋過會當暫緩來執行。外界是分析講，這件軍事高層的大風波，有可能就是為着要來處理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佇咧鋪路。中共軍方高層連續大地動，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初七證實，8月後作為國防部長的魏鳳和加李尚福，因為涉及嚴重貪腐，已經獲軍事法院一審判死刑，緩刑2年執行。這兩位前防長先後被開除黨籍甲官職的雙規處分，這麼如果被判死刑，刑度比以前貪腐的中央軍委高層更加重。根據中國的法律，那兩個人在咧死刑的期間無條件犯罪，一般攏會減刑成做無期徒刑，不過袂使減刑加刑，所以兩個佇後半世人攏會踮佇咧監獄內面。李尚福2023年3月才接國防部長，上任無夠半年就無再出現佇咧公共平台，針對中共史上任期上帝防長，官方指控伊利用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取巨額匯款。伊以前長期負責解放軍裝備採購，伊這邊研究來表示，中國軍工系統內面可能有正大貪腐強性結果。伊都上任時陣請行出訪，這麼看起來真口水。我就任國防部長以後首次出訪，專門來俄羅斯。
港理上号公司被判动刑的一个伫咧以战前做国防部长的魏凤和，捌做过解放军火箭军首任司令员，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直系人马。两个人拢被揪来，看在习近平对军队内部的忠诚度，也个腐败的问题正不满。分析人士讲，装备发展部加火箭军是中共最近这几年大力投资的两大核心。即马两个拢发生弊案，习近平用当半两个国防部长，除了会当抬过架高，也互外界认为是为了进一步要整肃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个国家高层的将领做准备。这场军队所探的风暴，短期内恐惊是袂停来。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咱的友邦巴拉圭的总统贝尼亚是头一届来到台湾国事访问，总统热情就是用这军礼来甲迎接，也讲台湾甲巴拉圭呢是真坚定的友伴，也来感谢这贝尼亚总统长期伫国际场合持续为台湾来出声。贝尼亚也表示讲，这巴拉圭是真重视甲台湾的情谊，希望会当继续来深化合作，推动战略性的友伴关系。以21项礼炮高规格军礼迎接。总统热情地欢迎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第4届访台，嘛是贝尼亚就任总统了后头一摆带团来台国事访问。两国国旗伫加达加兰大道顶飘扬，显示台巴69党的邦旗。罗总统表示，台湾甲巴拉圭拢坚守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是对方上坚定的友伴。嘛特别感谢贝尼亚总统长期伫国际场合上替台湾发声。我们也期待未来两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一起发光发热，促进彼此以及全球的繁荣发展。相信透过贝尼亚总统这次来访，台湾与巴拉圭的情谊将更深厚，合作更紧密。Que este encuentro sea un símbolo de esperanza, amistad duradera y cooperación fructífera en beneficio de nuestras generaciones presentes y aquellas que vendrán después。贝尼亚指出，巴拉圭真重视甲台湾的友谊，希望这届来访会当替双方对话合作拍开全新的机会，佮推动台巴战略性友伴关系继续造福两国人民。记者综合报道。林焕仪今仔日要来表决这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即马南北党团已经有共识，讲会用7800亿的版本。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伊是强调讲，每一角营拢爱好好啊利用。也毋过即马民进党团要是坚持行政院的8党1.25条，才是100分的版本。请教国民党党中央2个问题：是要让党团自主？还是要走回以党领政的老路？是要让国防产业自主，还是要继续阻碍让本土军工产业的升级？卡正久的军国特别条例吹背伫立法院表决进程，行政院长杜英泰搁再向国民党发挥，讲若支持国防自主的力量有限，发展受限制。台湾伫世界民主供应链的角色就互人质疑。国民党甲民众党是有共识，做伙撒3000亿加4800亿，总共7800亿个版本。南洋总调不管其讲，这是韩国罗定立文、罗秀贤甲民众党吴国昌4个人的共识。110亿美金的对美军购里面。20亿美金已经编在年度的国防预算，90亿美金是要编入特别预算，所以我们第1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而第2期的4项美国同意的对台军售，包括爱国者飞弹等等、地狱火等等，好，还有相关对无人机的防空系统。总金额是4800亿，也感谢美国这个对于这个跟台湾合作强化我们国防的部分我们也具体给了一些回应。有关台美合作，民进党提附带会议，要求相关部会伫明年度总预算内面编列采购台美共同研发加合作的装备系统这款预算，对知影撒7800亿。另外讲国防安全袂用拍折，党团总调蔡其昌讲，会继续争取金额增加到行政院版本的1.25条。1.25兆是保护台湾、避免战争的100分版本。那作为一个捍卫中华民国、希望台湾安全的民进党团而言，
其实我们目标就是追求1.25兆能够通过。民进党讲，台北共同研究对国防建军备战有整体规划，每年1.25条行政院版本，有同时重视到国防安全加地区产业。南亚讲支持强化台湾防卫能力，不过钱要开就要算较精力，要替全民保管预算，严查弊端。记者综合报道。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18时，特别伫瑞士的 Geneva 来举办。台湾到当时还未收到这个邀请批，有可能会连续10档拢来缺席啊。即马21个医术团体是来开这国际记者会，呼吁国际都要重视台湾伫全球卫生健康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价值。这场会议，台湾袂当无去。守护全球健康，台湾不能缺席。全台湾21大医术团体七八透早召开国际记者会，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严肃看待台湾对全球健康的贡献。因为台湾除了伫武汉肺炎期间有出众的防疫成就，去年2025年也提前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消毒4关的目标，就变是无分国界，台湾伫来参与 WHA。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每个国家都很重要。那台湾在医疗、公卫、智慧医疗方面都有很杰出的贡献，所以。这个 WHO 这个世界性的会议不能缺少台湾。医术团体表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会伫5月18到5月23，伫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已经连续9年无受到邀请，今年可能是第10年，犹原袂当去。面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逐年拢会抢悬，全球防疫体系无应该因为高一个国家的政治干涉来造成空窗。台湾无应该互 WHA 排除。因卫福部也按算伫 WHA 开会期间，举办头一届嘅台湾智慧医疗甲健康产业场边的论坛，展现数位医疗甲公卫实力。今年我们会在那边办理台湾健康医疗产业展，所以到时候我们国内会有30多家厂商，包括10家医学中心都到现场去办理展览。那主题就是以智慧医疗为主。因为今年 WHA 的头一届面对美国提出中国主导的政策，卫福部指出，部长赵忠良会按照原底计划带队出席相关的论坛，也强调 WHA 是重要的公卫甲医疗的国际平台，台湾爱积极参与。若开会进前无收到邀请批，会向世界卫生大会交抗议批，强调主权地位，也争取参与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世界咖啡锦标赛呢，甲摕到冠军的林朝兴的这个恭喜文，对台湾改做是中华台北。主办单位是声明讲，4月2日开始，这台湾的参赛者全部拢会甲改标做中华台北。因若昨伫泰国举办的比赛，咱台湾选手罗碧凯伊有去参加。虽然讲台湾这2日互人家改名是真艰苦，不过伊也是有穿迄领印着台湾利用的衫去参加比赛。Competition Body 和世界咖啡锦标赛 WCC 甲伊的主办单位美国精品咖啡协会 SCA 对台湾改做 Chinese Taipei 了后，台湾杯测冠军罗碧凯切切参加泰国曼谷2026年 WCC 世界杯测比赛，伊的心情小可受影响。很多的前辈，然后都在台湾，然后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可是名字却被这样子被拿走，我觉得有点难过，对，但是我也以此来勉励自己，希望可以继续争取大家的权利，或者是继续让自己或是来自台湾这件事情被大家看到这样子。感觉艰苦，不过也是想要互更较侪人知影家己来自台湾。罗碧凯早咖啡界朋友设计的衫，上面有印台湾，虽然真细致，有关社会和主办单位，不过收到的回答是爱考虑一下。保险起见，不要影响比赛心态，我还是申请一下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当然有一点难过，但是他们还是让我穿上去了。顺利穿印台湾的衫上台比赛，罗碧凯伫初赛甲来自中国在内的42位选手，比地步着几条，比速度，落尾罗碧凯排第20，无度进入复赛16强。因为安尼伫社群会失礼，不过网友讲会当代表国家比赛已经真无简单，唔免会失礼，请穿迄领衫，公赢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指出，现行台湾这劳工的制度呢，上班满半天就有3天的特休假，若准满1天才有7天的特休假。若准讲你换头路，安尼就全部拢爱fulful的顶来啊。民间团体是指出讲，这特休假绑着年资的这个制度，会造成女性若准因为照顾家庭离开这职场，重新搁回去的时阵，安尼对因来讲是真无公平的代志。
母亲节伫要到咯，有民团拜五开记者会指出，台湾劳工因为工时长，无假通休，造成一寡女性劳工就要为着照顾家庭离开工课场。根据劳动部的资料，台湾2024年总工时有2030点钟。对照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资料，台湾排第4名，遐悬。整体工时是一个偏长，然后工作时间不稳定，那被迫要放弃工作的人是谁？他就是必须要去承担更多照顾责任的人。那这一群人，我们看到的往往在台湾就是女性。民团指出，离开职场的劳工，若是搁找新头路，伫休假就要各位头开始算。呼吁政府就要修法，提高法定上加伫休假的天数。另外，嘛要下部会规划降低整体工时的办法，改善劳工时间不够用的困境。短期措施就是希望能够改革我们现在的特休假制度，把天数延长之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不要以年资作为主要的，就是休假的。天数的有可以被休假以及休假天数的唯一的依据。民团认为，长工时甲伫休假是台湾长期以来规个制度的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透过制度改善性别分工不平等、劳工时间不够用的问题。记者吴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爱尔利集团的偷袭案，这创办人尚如山、生意长的这个特助，也搁有生意家的厂商3个人，即马拢是羁押禁见。台北市政府是来宣布启动反健康欺诈专案，针对着医美的诊所、三温暖，也搁有体育场馆等等，要来进行欺诈。市长蒋万安是强调讲，只要查到，绝对会严格来处理。卫生局人员伫诊所来回详细检查，台北市启动为期2礼拜的反健康欺诈专案。卫生局对医美诊所、商业处对三温暖业者、体育局对体育场馆，伫警局派人以专业设备的帮助下，进行反健康侦查现地欺诈。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违法针孔偷拍、侵害市民隐私权的任何行为，只要当场查到，我们一定即刻进入相关的行政裁罚流程，同时警察会立即的查扣、搜证，移送法办。警察局跟卫生局这边会一起协同，针对辖内的医美诊所、美容瘦身中心等等进行扩大反针孔的专案稽查。那稽查结果呢，也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公布。按呢类集团通报继续在烧，虽然集团已经发声明，甲所有消费者、会员和社会大众会失礼，上时嘛公布全面退费，先预约登记，会由专门的窗仔口提供协助甲说明。公司声明强调，退费是限制伫业未进行的课程，有受害消费者指出，其中包括无合理的条款，你若要爱退钱，就要放弃民事甲刑事的请求权。如果您在没有当下拿到现金退款的状况，然后同时接受这种抛弃民刑事请求权的要求，等于说你可能又没办法拿到退款，然后又会被就是阻碍你后续的主张。但我觉得是在没有明确告知，然后装针孔，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信任已经瓦解了。行政院消保官表示，目前已经接到295件线顶申诉，申诉内容主要是解约退费，佮提出损害赔偿。若检方侦办的上新进度，具体按呢个创办人尚如山、社长的特助，佮姓家的厂商3个人到案，以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法院伫初7半暝裁定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即马已经是超高龄社会啊！即马全国呢上无是有30万的家庭请这外籍看护来斗3工，这当中有超过70%拢是对印尼来的，这语言袂通，定定会造成真大的困扰。所以成大的团队呢是研发一款全台头一个多语建录沟通的 App， 无论是华语、台语，也是讲客家语，全部拢会甲翻做印尼语甲英语。外籍看护工用家己的母语系统，随患者台语甲时代小笑问，无论是华语、台语、客语，拢总会当互相翻译做印尼语和英语。这是成功大学团队研发、全台首创的确实多语建录沟通 App。面对超高龄社会真大的长照需求，全台有30万的家庭请外籍看护，不过语言未通是雇主前头听的问题，甚至造成照护危险。团队唔望透过这来打破沟通障碍。It will enable the caregivers, Indonesian caregivers, to talk with the
grandpas and or the grandmas。爱有人照顾，请印尼的义工照顾伊8天，所以一开始一个讲台语，一个讲印尼语，会小拍小骂，所以真麻烦。所以我要想来解决这个问题。中文的部分就有很多现有软体，但台语就很少，所以台语到印尼语这是我们第一次。那很多的家庭都表示很需要。这唔单是反映尔，嘛整合8大面向的高龄建筑平台，系统内底有丰富的专业照护资源，包括日常生活仪卡、医疗书类，也有处理空嘴的引导等，行动无利便的时段，透过简单的语音指令，就互义工掌握照护的细节和需求。印尼的迄个我一个看护工哦，会当去学着咱的台语，跟咱的客家话，会当跟咱的迄款迄个时段来做一个沟通。所有的母语，所有的语言，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是很容易被用到，甚至也很舒适的能够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想法。那这个 app 主要有含机电连接，收录起来的数基本上都会当随透过语音做翻译。因讲会继续收各种腔口入去资料库，团队按算6月会增加越南语的服务。这回科技的辅助，民间团体嘛对社会支持的站立来做起，协助义工建立连接，继续提升咱台湾高龄照护的服务品质。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中华鹿港一间鸡排店今仔日透早5点外是发生起爆的意外，哪想就是这雅士老舍才引起的。加在火势是真紧就拍花，也那头家翁仔某呢受7拍至13拍的烧烫伤，送病院治疗，拢无性命危险。煎鸡店咧款了，准备开店，雄雄蹦一声，搁看到火，坐伫门口的查甫人好震甲跋倒，伫店内咧无闲的负责人赶紧走出来喊救人，附近店家甲民众赶紧协助拍火。中华关鹿港镇6号路3大8号透早5点半发生起爆意外，怀疑是家属老舍引起的。他就进去点火的时候，瞬间就造成气爆啊！然后那个老板在外面，他就可能气爆，就是被那个气爆，整个人就被弹飞。都雄雄讲一下火足大的啊，已经是阿妈烧去啊。店内捌2届起火，搁请乌烟，业者带伤甲家属通拖去室外。消防人员到场进前已经家己甲火拍花，随后现场救风锁线停止营业。中华关消防局表示，2个伤者是68岁甲64岁的头家翁仔某，分别有7拍甲13拍一度烧烫伤，送中华基督教病院治疗，目前无性命危险。疑似那个主食不慎，然后造成那个2名民众烧烫伤，救护处置后送往彰基医院。会建议说，如果像是餐厅啊这种营业场所，它每2周至少要检查一次它的管线是不是有接妥补气的，建议通知瓦斯行，更换橡胶软管。详细起火原因也该等待调查。消防署表示，家属通甲供线连接的所在，要用金属安全夹仔固定，防止漏气。建议营业场所每2礼拜要检查供线，若拄到疑似漏气的时，要随家属关起来，千万唔通开电器设备或者是火源。窗仔门泡开，自然通风，互家属散去。记者综合报道。那今年2月启用的新德市南寮渔港德丰渔市呢，有反啊是甲议员申请，指出讲这无够3坪空间1个月租金就要3万块，而且这新的渔市因为公共的这用电用水用量是真大的，所以有反啊过去这水钱1个月是600块，即马颠倒变做要纳3000块，算算咧一度竟然是要25块，批评是真无合理。活跳跳的龙虾要上青的沙西米，这些海产拢需要用水用电。今年2月才拄启用的新德南寮渔港德丰渔市，坦想讲，那租金比过去加差不多3倍，连水电钱拢比较早贵真济。阮讲日子实在愈来愈歹过。电钱，迄有诶无加加，头家要6万。佮差足济就对啊。袂生活诶，爱改进啊。应该调整啊。啊。应该你要互这渔民福利，啊你就爱小介绍，让较价，大家不要有人参加。水费、电费看你的使用度啦。摊租是真的还蛮高的。摊商的摊位租金1坪1个月高达1万元以上甚至呢水费一度要25元摊商苦不堪言只能够选择把这样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造成呢民众不愿意去消费的恶性循环。
根据了解，水电钱会较济原因是因为新的鱼市公用水电使用量大，目前鱼市是交由新的渔会维护管理，市府回应会甲渔会讨论，买请台电来协助。相关费率也都经渔会理事会审议通过，是否尊重渔会营运机制？台电公司亦正在办理电力容量提升的工程，是否将与渔会共同合作，逐步提升场域的品质及服务体验？摊商讲，这款的租金甲水电钱对因做小生意的人来讲，负担实在真吃力。希望新的市府甲渔会会当斗3工来想办法。记者杜君豪新店报道。来看这阵这屏东的市价阁是当咧大出。今年九如乡市情的新品种拿青是创下纪录，5月初伫北农市场拍卖价销是1公斤超过350块。即卖为着要来预防这个农产品掉贼头，警方呢是定定拢会去果子园来巡逻，甚至出动无人机来斗3工。警察摕手电仔暗时到果子园巡逻，今有贼仔走来偷挽市结果，甚至阁出动无人机巡视。逐年3月至7月是屏东市结果大出的时间，尤其九如乡的新品种拿青，今年价销袂歹。为着预防农民新黑白了工，李港分局就和产销班合作，甲农友做宣导，加强巡逻。价钱高当然迄个小偷伊就人工有利可图的去偷挽啦。阮遮在地阮的分驻所，阮的迄个所长伊主动联络我，带我去，叫我带去园区看。农产品价值提升，也增加盗窃风险。为维护农民辛劳成果及防治农产品窃案发生，本所已针对重要果园区域、连外道路及偏僻产业道路，加强巡逻与守望勤务。特定的市结果，遮手柄较大粒的，就是九如农民种植的新品种拿青，用台农1号产满天车套种出来的，比一般传统的品种较芳嘛较甜。去年市结果伫北农拍价，就开出1公斤200块的关价，今年阁创纪录，起价1公斤350，等于一粒差不多30块，价销好，农民拢足欢喜。进入夏天，大家对有果汁的。有汁的水果特别喜爱。那百香果过去我们都略带有果酸，我们用糖测计去测，已经到16.8到17度左右，所以已经快接近蔗糖的一个甜度了。农民表示，因为是头届试种成功，才会有这么好的价销。目前只有种大约5公斤尔，而且拿青拢有通过无农药的检验，民众会当安心买，放心吃。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2020年台北儿童艺术节6月底就要来起稿啊！今年包括台湾在内，拢总是有7个国家、34个表演团队，有将近170场的艺术活动。这现场除了有红仔戏、马戏团甲音乐会以外，嘛有这全台湾头一个布袋戏摇滚音乐剧。现场演出的是一种印尼的甘比隆民族音乐，这是今年台北儿童艺术节的演出团队之一。另外，也会有福卡萨马戏团的亲子马戏。去年拄得到团艺金曲奖的艺兴国，即摆也参与艺术节的演出。艺兴国掌中剧团即摆要搬去合作到回宫剧场版，拍长手骨颠倒勇。伊希望透过传统戏剧甲现代剧场的结合，互大人囡仔做伙来欣赏台语的水。用这个拍长手骨颠倒勇，其实就是要鼓励咱这大朋友小朋友会当不怕失败啦唔免惊失败成功是咱家己定义的。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已经是第27届啊，拢总有169场的活动，也有6个国家的表演团队来台湾参与艺术节。唔但有剧场内底的表演，也有92场会去社区甲学校演出。市府希望互台北成做一个更较活泼、有创意、更较自由的城市。台湾的文化一直在往前推进，尤其在儿童艺术节里面，看很多年轻的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投入，我们的表演艺术者一直投入，那就是台湾的这种生生不息的感觉。所以儿童艺术节呢，它一样的，就像我们在孩子心中种下一个苗，他有机会，他可能也跟大家一样，成为相关的领域的工作者。今年台北儿童艺术节拍算对6月30正式起稿，除了表演，也有声音展览、体验工作坊等等，希望让大人囡仔伫城市的无同所在，拢通接触到艺术。记者郭玉琪、林旭凯台北报道。
世界带路家来看，这罗西亚5月初9就要进行胜利日的大阅兵啊！这政府呢为着要来防止乌克兰出动无人机侵扰，所以拜二开始就把这网络拢甲切互断，害民众颠倒是生活拢总乱去，无通好用网络来叫车，嘛无通好使用这个电子支付。有人怨讲，未输转去到90年代。莫斯科一间超商，初5早起发现行动网络断去，一个人客想要试手机啊电子支付失败，我才会当成功扣着一个卡片才完成交易。Конечно, если у нас сейчас совсем не будет интернета, нам, к сожалению, придется переходить на наличный расчет. Но, опять-таки, 罗西亚为了防止初9胜利日的阅兵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对初5开始就扩大切断莫斯科都会区的行动网络。当地唔但是 GPS 定位失败，包括网络叫车、网银服务、ATM 领钱也是信用卡、路卡拢无法度。这个大学生还讲，长忙唔但是耽误伊写报告，甚至连坐火车拢无方便。Сегодня я поняла, что нужно иметь про запас наличные деньги, как минимум вот это хотя бы. А остальное, музыка не так сильно беспокоит,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нежели свои финансы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这个查某学生讲，因为火车头现金纳钱的柜台，干到一个人在服务，时间受到延误，还真侪人是赶袂赴车班。不过算外送的这个人员生理嘛是爱做，因利用店家 WiFi 连线，总算是当来完成任务。Есть Ростикс, точки разные, где ты приезжаешь заказ забирать, там Wi-Fi бесплатно, он, в принципе, работ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 Вот, ну то есть не мешает это там как-то работе? Если заранее все выстроить, все точки на карте поставить, адреса запомнить или записать, ничего не мешает. Все так же работает. 这项特别的措施暗算会实施到初9胜利日迄天。有关当局提醒民众，未来几天嘛是要面对真侪无方便的部分。事实上，伫这进前，罗西亚已经有真侪摆限制行动网络的记录，亲就是针对边境实施网络的限缩，互无人机无法度回传关画质的影像，而且持续封锁亲像 Telegram 这种有加密特性的软体，来阻止民众串联还是直播。反对者指控这个措施侵犯所谓自由，目的是监控人民。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尾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受到锋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小可增强的影响，气温小可降低。台湾北部地区甲金门、马祖会有短暂雨，还是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甲平湖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